段消息继续来看，南北港合作。昨日第一场的会议，针对着候选人产生的方式，双方是无共识。民众党讲要比民调，国民党讲要用开放式的民主初选。会后大问题来变面，讲国民党采用上歹执行的开放式的民主初选，根本就是无打算要来合作。嘛，互外界联想讲，这个南北合作是不是已经来破局？媒体人吴子嘉甚至来压料讲，这个大问题是故意甲谈判的门关起来，因为大问题认为，甲侯友宜、甲金溥聪来讲对伊不利，伊是想要甲主和派的朱立伦来谈判。从那一边，我们给他先开一些乙型阻断剂给他吃，抑制自主神经那个交感神经系统了。本身就讲爱黄珊珊莫生气，本来看起来沟通真好，南北会一时之间风云变色，甚至媒体人吴子嘉讲，主战派黄珊珊要求主导这场南北谈判，再加上大问题的变面，拢是民众党的布局之内。他想故意把谈判的门关起来，因为他想要去变换一个对手。他认为侯友宜谈、金溥聪谈对他不利，他想要换成这个朱立伦当作谈判对象。讲什么话人讲看卖，这敢真正是南北会幕后的真相？民众党无回应，颠倒是真的一天将过党的搬出来抢拿赢，若不断否定这个民意调查，是安怎党内总统初选都愿意采用，讲这对过台民敢有公平？所以，佫点名金溥聪，那攻击大问题。一方面又讲是失控上大的善意，而且连10月17日二次会冇问题。我想这应该是传达上的一个错误。我们当场就有说，因为现在已经有会议记录了，那有详细的一些内容，必须要先带回讨论，之后再来确定时间。只要民众党提出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我们全力配合，大家赶快坐下来消除我们之间的这个歧见。呼吁这个柯主席能够静下心来。不要讲一些情绪的话。希望南北当合作，金溥聪态度放正软。现在不用再放话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放话没有用啊，回去你们讨论好，大家都应该想对岸。南北二次会敢会当顺利举行，就看倒一方面会当先提出双方拢会当接受的方案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